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5年1月14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扬我国威。这个从哪儿说起？这个还要从上海说起。上海最近很厉害啊，非常劲爆，不仅出了一个上海爷叔，一个豁牙大叔，左手指天，右手指地，说沪市可以到14000点，搅得整个沪市可以说是鸡犬不宁。这个上海爷叔成了沪市的一个风向标。还没过去多长时间，上海爷叔暂时的叫躲避风头，上海又贡献出一个叫上海少爷。这个上海少爷可了不得啊，可以说是扬我国威，让韩国思密达那是目瞪口呆，伸出来的舌头半天都缩不回去啊，下巴半天都合不上，脱臼了。这两天上海少爷开着各式的豪车，在上海什么武康路炸街，不知情的人以为这上海是不是举办什么豪车展，咱哪里知道这仅仅是为了向韩国的思密达展示一下，咱们有的是这样的大玩具，想要多少有多少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家看段视频。全上海豪车集体出动，警察都表示干了30年也没见过这架势。原因是中国对韩国免签了，大量头顶2块门帘的韩国思密达涌现上海街头。他们说上海城市还可以，就是街上没有看到布加迪。此话一出，户爷们不乐意了，毕竟优雅一辈子的阿拉上海人，岂能在外人面前丢了脸？本来睡到下午起，现在不分昼夜3班倒，开着豪车在街头展示实力，只为了给思密达好好上一课，并表示绝对不能让他们带着优越感离开上海。于是上海满大街的豪车集体出现，法拉利、兰博基尼、库里南这些500万的都是开胃小菜，2000万的拉法，7000万的布加迪，最牛的就属这台帕加尼超跑。在抖音搜索帕加尼松的，发现这台车竟然价值2个亿。此时的上海街头已然成了顶级豪车博览会，把泡踩过的思密达看的是一愣一愣的。本以为我们远远落后于他们，结果被沪少沪姐们的这波操作干破防了。可以说上海少爷扬我国威，上海爷叔扬我沪市，扬我指数。在缅甸妙瓦底的猪仔发来了贺电，顿时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，感觉到了祖国的强大，感觉自己被解救离这一天越来越近了。妙瓦底的猪仔脑补出一幅画面，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，总有一天他会身披金甲圣衣，这布加迪来救我。很可惜，身处妙瓦底的这些被绑架者猜中了开头，却猜不中这结局。我觉得这思密达去救他们的可能性恐怕还要大一点。我在网上看了一下，有很多网友社交媒体上这个短视频，有很多纷纷叫好的。这些人每天恐怕通勤2小时，从他的出租屋里面或者地下室钻出来，挤公交坐地铁，最后登上他的共享单车，气喘吁吁的赶在这个9点前去打卡，晚上又是反向的走一遍呢。打完卡登上他的小黄车，挤地铁挤公交，最后回到他的出租屋，一身疲惫。当他打开手机一刷抖音或者是一看微博社交媒体，顿时来了精神，就像打了鸡血一样，厉害了我的国。这些思密达让这些头顶2块布帘的思密达无地自容，心服口服，全然不顾自己兜里面下个月的房租在哪儿还不知道，但是不影响他自豪。他恐怕也不知道，他这么下去穷其一生恐怕都买不起一个豪车的轱辘，但是不影响他豪车让他感到自豪。主人脸上有面子，咱们脸上就有面子；主人脸上没面子，那咱们要面子还有什么用？就是这么朴素。我在想，这个国家现在放开了很多外国的签证，它本意是什么呢？本意是让很多外国的老百姓、外国公民能够方便的进出中国，到中国走一走，看看中国的变化，看看中国的风土人情，增加2国老百姓之间的互相了解，增加交流，本来是件好事。毕竟这些国外的老百姓，他们要了解中国，也是通过媒体，通过互联网，那都是带了滤镜的，就不一定很全面。百闻不如一见，所以不如亲自到中国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感受一下。对，本来这个政府这么做非常有必要，有好处，结果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上海少爷显摆？怎么变成了一个斗富？这个斗富按理来说也不符合中国的传统价值观，咱们提倡叫富不露财，有钱也要低调。实际上这个是一种叫穷人乍富的心态。
斗富啊，就是穷人乍富，显摆。这个现象在穷人中间啊是最为突出。有句话叫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指的就是穷人。这个像极了咱们农村里面穷人家庭条件不是太好的，如果来了一个有钱的亲戚，很多人他会打肿脸充胖子，拿出最好的东西，哪怕去邻居家借也要借来，讲究排场排面，不能输给这个亲戚，这叫斗富。要让他看一看我过得比他还要好，哪怕是半年不吃肉，他也得称很多肉，杀鸡上好酒好烟，这就是为了显摆，这就是要面子，叫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这种现象我想很多人恐怕都有经历过。越是落后的地方，攀比之风越是严重。这个让我想起了这个古代应该是隋朝叫丝绸果树的一个故事。我记得我在前几天那个节目里面也说过，但是我忘了是哪个朝代的。我今天核实了一下，是这个事情是隋炀帝杨广干的。当年啊，他为了显示他的优越性，他统一大业啊，他统治下的中国啊繁荣昌盛，清场是遥遥领先，所以他举办一场万国大会，邀请了很多这周边的部落或者国家的首领呢到洛阳做客。那为了展示咱们的繁华，咱们的富饶，所以隋炀帝要求整个洛阳城内所有的店铺都要重新装修，焕然一新，务必要装修到富丽堂皇的地步啊，并且屋檐的样式，就是招牌门匾都要做到整齐划一。你看这画面感就出来了啊！我说这个是隋炀帝的事，大家不要联想到现在。虽然现在奥运会的时候，咱们也是举办这杭州亚运会，对吧？各种奥运会，还有大学生运动会，好像也这么干，对吧？现在很多地方也要求店铺的招牌门匾一模一样，统一黑底白字，连字体都要一样。大家不要过多联想，我讲的是隋炀帝时期的。这个隋炀帝要求店内还必须挂那些帷帐，就是用丝绸绫缎呢挂上，就像那个庙里面一样。这个所有的商人，你这大街上晃荡的都要穿上绫罗绸缎，就连卖菜的也要用龙须席子铺在地上摆菜。所有的外国使者经过饭店时，这个店主都必须要盛情的邀请他们进店就餐，而且等这些外国人酒足饭饱以后，店主不能索要饭钱，就是免费吃喝，而且免费住宿。这些使节外国的游客，他们如果要问为什么吃饭不用给钱呢？那店主是经过培训的，有一些问题的标准答案，那店主就得回答说，我们大隋国富民强，清场是遥遥领先，向来吃饭都是不用花钱的。为此这个隋炀帝还下达圣旨，说洛阳城里面的每一棵树，每一棵大树都要裹上丝绸。咱们临街的店铺，临街的那些建筑，是不是一到重要的节日给它刷一刷漆，翻新一下？这个大家都不陌生。实际上当时隋朝的很多老百姓家里面就连衣服都没得穿，隋炀帝要给树穿丝绸。隋炀帝花了很多钱，就这么铺张浪费，但是依然让很多人看到了笑话。外国使臣中有人不聪明的，别人都是看破不说破，他就不着调，偏要问尴尬的问题，不怀好意的提问，满的恶意。他就问店老板说啊，我看到你们这里有很多老百姓还光着身子，就连个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为什么你们不能把裹在树上的这绫罗绸缎给这些穷人做衣服？还有你们城外有那么多乞丐，一个个的都饿得骨瘦如柴，但是既然你们这个吃的这么多都不用花钱，为什么不能把这些送给他们吃？为什么这个乞丐还饿成这样？也是隋炀帝手下的那些官员疏忽，没想到还有人这么不着调，问这么不友好的问题，所以他就没有培训，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店主当然不知道怎么回答呀，一下就傻了。这个是发生在1500年前的事情，又过了1000多年，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。乾隆57年，这个英国的使团，他以给乾隆祝寿为名，要对大清国进行国事访问。而当时的乾隆皇帝，他就认为一定要在英帝国主义面前彰显出天朝上国富足盛世的形象。那个时候咱们 GDP 排第一，不算人均，咱们 GDP 是世界第一。于是乾隆皇帝给沿途的每一个地方官都下达圣旨，要他们给这些英国人送去大量的牛肉、鸡肉、羊肉，还有补品，吃的喝的免费供应。所以英国的使团就麻烦了，这一路上当地的官员都送，所以恐怕也就送多了，再加上当时的条件没办法储藏，恐怕就有的肉食物就变质也臭了。那英国人一看怎么办？把那些不好的肉就扔掉，所以顺手扔到海里。让英国使者啊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们都是地方官免费供应给他们的是吃的，他们以为中国真的是富有，结果扔到海里的这些坏的肉、腐烂的肉被当时大清朝的很多沿海的老百姓看见了，他们也不管这个肉是好的还是坏的，都冒着生命的危险跳到海里面，从海
海里面把这个肉捞出来拿回家，搞得这些英国人都看傻了。这一切就是英国使者在他们自己的日记里面记载下来的。当然他们还记载了大量的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看不到的内容，那就是我们的康乾盛世。根据这些英国使者他们记载的康乾盛世，清朝的官员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打老百姓的屁股，打板子，抢老百姓的东西。乾隆盛世时期的河道垃圾堆中到处可见大量丢弃的婴儿，那这个就是这些大清帝国航行英国使者他们眼中的乾隆盛世。这么一看呢，我们是有这个传统的，就是对外那要讲究面子、盛世、善国、好客，显得我们有钱。回到上海少爷这儿，我倒是觉得有关部门应该出面。有关部门出面不是说不让他斗富，而是应该按照这些车牌号登记的所有人应该好好查一查税。因为现在毕竟上海也缺钱，据说有些豪车还是从浙江开过去支援的，还有从江苏开过去，正好一网打尽，查一查税。因为各个地方都不富裕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很多公务员工资发不下来，很多年终奖眼看没有着落。你罚没收入，你就不要罚那些什么骑电动车的。当然了，那些骑电动车觉得骄傲的人，觉得厉害了我的国的人，适当罚一罚也是可以的，帮助他清醒一下。剩下的人没有必要嘛。那个行人过个马路你要罚人20，有的小企业苟延残喘，他只是不甘心马上就关门，实际上他应该关门了。像这些你就没必要再去罚人家。你看像这豪车的动不动几千万的一辆车的，你好好查一查他的税，一定有所收获啊。这些开着豪车去斗富的人，689是经不起查的，也就是他这财富来的不一定很正当。为什么不查一查？他们是婆罗门，他们是权贵。按照加特老师还有维维老师的指示，我们创造的财富大头都放在国家那儿，放在国家那儿的钱最终七绕八绕的变成了他们的豪车，不就这么回事吗？我想加特老师、维维老师一定也是反对的啊，因为他们忽悠大家把钱放在大头那儿，是想他们去花的，结果他们没花着，加特老师还被禁言了，这个钱却变成豪车让别人花了，那维维老师肯定也是不高兴的，自己不是白忙了吗？加特老师也是，这美国的房产税眼看着就要交了，在哪儿弄钱交这个房产税？加特老师、维维老师忽悠大家把钱交到集体那儿，他还没享受就被这些权贵享受了，怎么能不让人生气？心有不甘。但是讽刺就讽刺在这儿，这些人跑去炫富，知道他的财产有很多人是来路不明，经不起查，他们还敢去炫富，实际上都是受了维维老师、加特老师的毒害。还有那些拿着3、4千在地下室里面啃着馒头榨菜的，自豪感爆棚，这都是受维维老师、加特老师的毒害。什么清场式遥遥领先，什么厉害了我的国，怎么来的呢？他就是这么来的。简单点说，就是国家有面子我就有面子，国家没面子我要面子还有什么用？这叫集体荣辱感，集体荣誉。这些上海少爷开着这些豪车去炫富，为国争光，为国争光就是为我争光，我有面子。至于这个面子能不能变成按揭贷款，能不能变成房租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韩国人有没有福气，头顶2块门帘的思密达，有没有心悦诚服，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天朝上国的这种盛世。我也不能说炫富就不对，如果你的财产来得干净，你大可以炫，因为现在咱们是新时代，21世纪。比如说刘强东，他就是在炫富，他给他们宿迁他老家的光明村60岁以上老人一个人发1万过年费，他什么？他老师，小学老师还是初中老师，一个人发10万，每个村民都有年货，过年都有礼品。你看他几大卡车到光明村，那光明村那天发礼品的时候，整个村道路都封锁，免得别的地方人跑去看热闹，导致秩序混乱了。你看人家这叫炫富，富贵不还乡，犹如锦衣夜行。但是他这个炫富碍着谁什么事？人家的钱反正你都能查得到，上市公司拿着自己的钱给大家发钱没毛病。虽然发出来会引起一些矛盾，没有关系，这是李强东自己愿意的，人家拿自己的钱给大家发，这种炫富多多益善。虽然他的目的不一定很单纯是通过搞流量，通过洗刷他在美国犯下的那个罪来掩盖一下，买口碑没有关系。总之人家发钱不是坏事，发自己的钱。上海少爷这样的炫富大可不必，炫错了地方。这种炫富恰恰跟政府所宣传的完全是背道而驰。这种炫富只能让国外的这些客人看到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富的流油，穷的穷死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，只会看到你的落后。韩国的人均 GDP 是多少？韩国的人均工资是多少？人均收入是多少？你拿什么跟人比？拿什么跟人斗富？这些上海少爷，你忘了巴西的中国劳工，中国的农民工到了巴西那是奴隶，人家认为你是奴隶。你也忘了苗阿底的同胞。BBC 探访知音村，也就是在美
国的电商世英这卖服装，BBC 专门跑到中国来探访世英村，就是专门给世英上面电商做服装的10家工厂，采访了4名业主和20多名工人，透露了这家电商巨头供应商的一些细节。这是 BBC 报道的他说一名工人告诉 BBC， 如果1个月有31天，我们就会工作31天。你看看，大多数人表示他们每月只有1天休息时间。那里大约有5000家工厂，其中大部分是世英的供应商。即使过了晚上10点，缝纫机和弯腰在缝纫机前，人们仍没有停止，因为更多的布料装在卡车里运来，卡车里装得满满的，有时会有彩色布料掉落在工厂的地板上。他这个描写让我想起了我应该是初中还是高中课文，叫包身工，应该是夏衍写的包身工这些工人说我们通常每天工作10个、11个或12个小时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49岁江西妇女说周日我们的工作时间会少3个小时左右，也就周日你只用上8个小时或者9个小时，这就算放假了。他说我们按件计酬，这取决于物品的难度，像 T 恤这样的简单的东西，每件只需1到2元人民币，也就是他做一件 T 恤衫，他赚1-2块钱的这个手工费。采访的工人每月能挣到4000到1万元，可想而知这样的工资，这样的收入那还是不错的，恐怕很多人还想去。他说世英的订单由算法决定，如果购物者反复点击某件连衣裙，或者花更长时间看一件羊毛衫，公司就知道要求工厂生产更多，而且要快。世英有利有弊，一位工厂主告诉我们，好处是订单最终会很大，但利润很低，而且是固定的。鉴于其规模和影响力，世英是一个很难讨价还价的人，因此工厂主不得不从其他方面削减成本，这往往会导致员工工资降低。世英供应商表示，世英在中国是一家很棒的公司，我认为它会变得更强大，因为它按时付款，这是它最值得信赖的地方。你看，就这样的条件，工厂还愿意干，抢着干，工人也会抢着干。为什么？虽然这么累，他1个月能挣4000、5000、6000，这就是工人，中国底层人的一个生活状况。他是这么说的世英的工作时间非常艰苦，有时工资较低，这可能无法让所有员工都感到舒适，但对一些人来说，他却是他们的骄傲。所以你看当外媒在报道中国的工人、劳工这种待遇、这种收入是什么一个形象，结果上海少爷展现了出来又是另外一种形象，都是真实的。那只能咱们在反复的向全世界说明，我们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有钱的醉生梦死，几千万的车跟玩一样，底层的人为了一天100块、300块可以吃糠咽菜，可以睡没有床垫的木板床，可以30多个人上一个厕所。所以上海少爷展现出来的不是富饶，不是盛世，而是一个强烈的对比，我们的贫富差距远超韩国。如果这些外国游客再往西部农村走一走，又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？炫富的人他是婆罗门，他是权贵，他是既得利益者，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。让人感到悲哀的就是那些拿着3-4千，也就是兜里没钱心里没数，不知道下个月的房租在哪儿的人，他为此感到骄傲自豪，他点赞喝彩，似乎对他的剥削还不够，还可以再加码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